当时两种病，阮老爸都爱请个，都爱叫个来请考。较早前年，咱之前以前讲，阮老爸就是大两庄去甲两庄爸因汉一场，就是讲，因暗时啊，迄个12月天，迄是2、3度，迄阵的花市比较较悬。咱过去吼，若开始咧去田的吼，拢着咧点一块血项，咱就当我做代志。尽量咱就点血项，最近较多的，迄阵是注定的咧。阮老爸早起来叫人做饼，因咱是炒。哦，我饼在饭店讲出话，真个想炒迄2年好。啊，今仔日我咧欢喜，啊，因咱是啊，啊2、3度，啊，但是要比较迄个米皮咧，啊，会时阵水莲啊，炒咧肉豆无通炒。我去阮老爸感动着，两庄被阮老爸感动，就去真好。阮老爸若要甲讲起来，就是讲为人演说不出象字不同，伊千年家写，当时迄毋够了，咱中华毋够了，台湾3万人买卖。迄阵的时阵，伊带即个毋敢买，即个铁盒中，毋是铁盒，迄个高粱田，会做有万。阮老爸要大个时阵，迄个毋够了。我有在收一点4万，而咱老爸讲，伊无答应要求的，所以咱讲咧，